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的人权艺术生活节12月要起鼓了，其中有一出亲子剧，来自清水的囡仔，是由3协一剧团演出的，改编自同名的红仔册，讲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的故事。剧团要用册加思想自由的连结，带大家了解到人权的议题。他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，每翻开一本书啊，就好像去到了新的世界。阿林是一个爱看册囡仔，自细汉就进入册的世界。演员爷红仔就是以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的形象呈现的。3缺一剧团当地排练的这出亲子剧来自清水的囡仔，是改编自同名的红仔册，册内画的就是蔡坤林的一生。剧团要对册甲思想自由的连结，来带大家转回思考人权议题。不管他是经历过了战争还是入狱，他始终都还是那个爱读书的小孩。对我来讲，读书其实在背后象征的其实是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可以这边是自由的啊，这边是无限的。所以当我们在强调蔡前辈跟书本的关系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鼓励大家可以去拥有自己的世界。蔡坤林因为高中捌参加过读册会全家10档，出家了后创办《王子》杂志，嘛捌出版全台湾第一套百科全书，要互囡仔看到无同款的世界。蔡坤林伫今年过身，食到93岁，伊的一生甲册有正深的缘分。这个亲子剧想要互大家看到蔡坤林面对坎坷的时积极的态度，嘛毋忘甲伊的故事继续传落去。讲起来拢是一家伙仔人，啊，咱家己厝内的代志拢无啥知影安尼，所以就希望大家嘛会使听煞这个故事了后，佮甲别人讲。我嘛捌听过一个讲法是讲，人会死2摆嘛，一摆是灵魂离开的时阵，啊，再厝就是你伫别人的记忆当中消失的时，所以希望会当故事会当继续传落去。来自清水的囡仔这出亲子剧，拍算伫后个月的人权艺术生活节活动期间演出。这届的艺术节除了戏剧表演，还有音乐会、摄影展等等，要透过多元的形式来互民众了解无同款的人权议题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佑、新北报道。